这是纸做的啊，就是纸。变形金刚的纸模型曾经赢得不少赞叹声，江玉彬却决定将它束之高阁。你做不出自己的东西来，那我觉得你再怎么样，只是 copy 人家的东西，或是根本把人家设计好的东西你跟着做，我觉得那没有意思。关键在于怎么自我看待。从职业军人退伍之后，才开始玩折纸的江玉彬，想走原创的路，拿瓦楞纸当创作媒材。推人的脸，这个就推长一点。看他鹅蛋脸，还是要做国字脸，还是什么脸，通通是这样子。手指下卷、推、捏，然后结合纸塑技术，剪贴完成5官级配件。电影主角、卡通人物、最夯的黄色小鸭，还有台湾本土的布袋戏偶，全部在他手中活灵活现。这全部都是难度啊！你想想看，纸就是纸，你要怎么样做出衣服飘的感觉？你怎么样去把头发让它整个飘逸的感觉？生命公仔1尊3000块，香港客人全部收光光。还做出大型作品受邀展览，被冠以卷纸达人的封号。也许你会想，有美术基础的话不难吧？其实江玉彬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。妈妈给起靠手黑爱多练习，没什么技巧，就是多练习，对不对？我妈可以靠手黑爱多练习，没有经验就多练习，从未间断，一天10几个小时的做，自己从失败中摸索。80个发流，我就卷了1天，光这80个我就卷了1天。江玉彬说，客家人的潜在性格不认输，让他几年内拼出事业第2春。不怕难，不怕辛苦，为了自己的目标，为了自己的理想，努力向前。这位客家达人要求自己不断创作，用瓦楞纸公仔说故事，或者融入生活实用性，丰富卷纸艺术。妈妈嘅技巧，手係愛多練習。媽媽嘅技巧，手係愛多練習。谢谢宗仪老师。